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好味道、好味道 Maze Delicious 嘅頻道。今次就去一間好抵食嘅火鍋啊，仲有啲質素噶，唔單止有生蠔、聖子、海蝦、蜆，而且價格都超級實惠，成人只需100零蚊，而長者仲唔使100蚊添啊！首先過咗關之後，喺羅湖地鐵站搭1號線，去到車公廟站，轉9號線，搭3個站就到梅景站。全程都只需要15至到20分鐘左右就到啦。然後喺梅景站 A1 出口，一出站就見到呢一個商場。呢個商場都幾大噶，佔地大約5萬平方米。一入到去，左邊就係麥當勞，然後直行，見到電梯上一層就係2樓啦。一上到去嘅右手邊就已經係我哋今日要介紹嘅火鍋店啦。呢度嘅侍應話呢間火鍋店都係香港人開嘅。呢度食物嘅種類都唔算少，而且係有即撈嘅海鮮，係任飲任食噶。對正門口位置就已經係攞食物嘅位置啦，而呢度嘅環境都唔錯，座位舒適乾淨。呢個餐原價就要168蚊一位，但係喺大眾點評度買就只需要106蚊一位。而65歲以上嘅長者都有優惠噶，只需要88蚊一位。不過呢度限時只係90分鐘。而一張台係一個鍋，鴛鴦鍋要加19.9。而我就唔係幾識用電子支付啦，嗰個侍應仲好好啊，幫我用大眾點評俾錢，而我就俾返現金佢。而呢度鍋底都有7種口味，都有麻辣、沙爹、番茄、冬陰功、壽喜鍋等等。講咗咁耐，不如睇下有咩嘢食先啦。呢度就係啲丸啊同麵啦，有烏冬、鵪鶉蛋、牛丸、墨魚丸、蟹柳、響鈴同埋芋絲，仲有魷魚、田雞、黃骨魚。除此之外，仲有一啲菜、菇類、生果同埋泡菜都有啊。仲有就係呢度最重要嘅即撈海鮮，有生蝦，仲有細條嘅聖子、花甲、白貝等等，亦都有八爪魚、海螺片、鯊魚肚同埋生蠔，呢啲全部都係任食噶。除此之外，仲有其他肉類，有梅花肉、烏雞卷、羊肉同埋安格斯肥牛。另外調味料就要出去攞，仲有軟雪糕啦。出面都仲有6款雪糕俾你筆，而雪糕嘅口味係每次都不同噶。甜品都有17款啊，不過都係一啲簡單款式嘅甜品。另外都有水果茶、話梅、酸梅露等等。除咗啱啱嗰4款飲品之外，仲有一堆樽裝同罐裝飲品。其實呢度飲品嘅種類都唔算多，1/3嘅飲品都係啤酒嚟嘅。呢度每一張台嘅隔籬基本上都有一個櫃，櫃入邊就係一啲杯啊、碗啊、紙巾、牙籤，甚至膠手套都有啊。鴛鴦鍋就要加19.9，即係其實湯底係一定要俾嘅。我哋就嗌咗番茄鍋同埋沙爹鍋。番茄鍋同埋沙爹鍋個味道都好濃郁啊，所以都幾好食。個湯底真係都冇欺場啊！
但係就冇芫茜皮蛋鍋同埋胡椒豬肚湯啊。另外呢度所有嘅嘢食都係任叫任食，就要自己去自助攞啦。除咗呢啲烤生蠔之外，就要揾侍應落單先至有噶。我覺得呢個烤生蠔就唔夠用嚟打邊爐嗰啲生蠔正啊，但我相信兩款生蠔都應該係一樣嘅。啲生蠔淥完之後都仲係好大隻，好肥美啊，真係超鮮甜，超正啊！而且佢補充得都十分之快啊！望住嗰個職員即刻開出嚟俾我哋噶。但係呢啲生蠔只能打邊爐，唔可以生食噶。如果有人將呢啲生蠔生食嘅話，就可能會出事啦。因為呢啲生蠔都幾似嗰啲可以生食嘅生蠔，而且呢隻生蠔價格都比較實惠。我見喺其他火鍋店，淨係嗌隻生蠔嘅話，大概都係5至6蚊左右一隻。呢度任食就梗係抵食啦。除此之外，呢度嘅生蝦、花甲、聖子等等都係十分之新鮮。而家睇返視頻都好想再去食啊。至於肉類方面都幾靚，唔錯，切得十分之薄。雖然啲肥牛唔係極度靚，但係都唔差。以100零蚊呢個價錢嚟講，可以任食嘅話都唔錯噶啦。咁當然最正嘅唔係呢啲肥牛，而係啲生蠔啊，真係超肥美，超正啊！另外呢度呢樽嘅樽裝豆奶呢，真係好地道啊，因為佢唔係玻璃樽，係膠樽嚟噶。我都第一次飲呢一隻豆奶啊！而佢個味道同我哋平時飲開嗰啲豆奶係有啲唔同嘅，我就麻麻地中意啦。而呢度嘅雪糕寫住就係哈根達斯嘅雪糕，但係我就覺得唔係幾似係啦，同我平時食開嘅哈根達斯雪糕有啲唔同咯。呢度食嘢食滿200蚊，仲可以玩轉盤啊！頭獎係食多一次霸王餐啊！好可惜，我差少少轉中頭獎。另外，如果大家想食鮑魚同榴蓮嘅話呢，就要加多20幾蚊一位，咁就可以任食鮑魚同榴蓮啦。總括而言，呢度食嘢真係超值嘅，係比香港更加平。喺香港打邊爐冇海鮮都要100幾蚊一位，而呢度就有咁多海鮮，仲要咁新鮮。呢度嘅食材，所有嘅食物都係新鮮嘅，唯獨美中不足嘅係呢度限時食90分鐘，但係100零蚊一位，仲有長者優惠。雖然90分鐘，但食快少少，我都覺得仲係超值嘅。咁今次就講到呢度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呢個頻道，或者想得到更加多抵飲抵食、好玩好食，甚至乎中伏嘅資訊，歡迎你留言、讚好、分享開去，同埋訂閱我呢個頻道。多謝各位支持。